師姐話你知，今日10月6號唔單單係中秋節，仲係好難得嘅天赦日喎。今日咧係俾你刪除人生差評，一鍵重啟嘅天選好日子。今日中秋節，你唔好以為淨係喺屋企簡簡單單食個月餅、啜個田螺就過咗啦。今日又適逢閉日，萬事不通，大門緊閉，所以今日最好咧就係乖乖地喺屋企內觀，做自己，唔好講人壞話，唔好同人嘈交，多講一啲吉利嘅說話。最適合就係同屋企人好好傾下偈，或者自己一個人靜低心，好好做下半年或者係明年嘅發展規劃。所有揾你傾合作同埋做生意嘅人，今日都先暫停，唔該聽日先講啦。重點嚟啦，中秋節財神福神都降臨喺正北方，所以今日嘅正北方位一定要清潔乾淨，同時可以將值錢嘅飾物或者一杯乾淨嘅水放喺呢度，咁就可以接財接福啦。今晚8到10點鐘，月亮最圓嘅時候，自己揾一個安靜嘅角落，向住正北方誠心默念，將你過去一年做嘅錯事、傷害過嘅人、唔開心仲未放低嘅事，通通講出嚟，祈求天地原諒同埋赦免，然後真誠許願，之後萬事通達，升職加薪，姻緣好合，身體健康，祝大家順利接到今日嘅天赦大福報，萬事勝意，中秋快樂啊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